主后2023年3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婚姻甲离婚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太福音19章第19、15节。耶稣讲这话了后，离开加利利，去约旦河对岸的犹太地区。有几大阵的人缀伊，伊就伫遐医好因的病。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来试探伊，讲人无论什么理由，都通离伊的某有下律法无？耶稣应讲：恁敢无读到创造主伫起头创造人，有男有女？上帝讲，因为这个理由，人会离开伊的父母，甲伊的某结合，两人成做一体。安尼，因已经毋是两个，是一体。所以，上帝所配合的，人毋通拆开。法利赛派的人问伊讲：那安尼，摩西是安怎命令人，互伊的某一张离婚书，就通甲伊离？耶稣应讲：因为恁的心意，摩西才容允恁离恁的某。起头创造时，上帝意思并毋是安尼。我甲恁讲，若毋是因为某不忠，袂用得甲伊离。若甲伊离，搁娶别个妇人人，就是犯奸淫。门徒甲伊讲：既然夫妇的关系是安尼，宁可莫结婚较好。耶稣甲因讲：这话毋是逐个人拢会当接受，只有即款运势的人才会。有人对出世就无适合结婚，有人是人为的原因袂当结婚，嘛有人是为着天国的缘故无爱结婚。会当接受的人就接受。有人带囡仔来耶稣遐，爱伊甲因换手祈祷。门徒责备遐的人，毋过耶稣讲：互囡仔来我遮，毋通甲因阻挡，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。伊就甲因换手祝福，然后离开遐。以上，婚姻甲离婚。耶稣离开加利利了后，倒转去到约旦河对岸的地区，有真侪人跟对耶稣。耶稣医治因中间犹太人真侪的病人。这中间也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，因利用甲某离言的话题，要试探耶稣。这个法利赛人来见耶稣，目的是想要陷害伊。因虚情假意问耶稣：人无论什么理由，都通离伊的某有下律法无？当时主流的犹太教迄个学派认为，伫任何情况下拢通离伊的某。就算是真微不足道的理由，法利赛派的人照着甲某离言的话题试探耶稣，企图互耶稣指出对得希律的话。因为施洗者约翰捌指责希律王的婚姻大问题，直到受杀害。耶稣并无认同做丈夫的用任何理由甲某离言。耶稣将焦点放伫上帝起初创造的计划。翁某夫妻婚姻的结合是神圣的合一。耶稣对法利赛派的人讲：恁敢无读到创造主伫起头创造人有男有女？上帝讲：因为这个理由，人会离开父母，甲伊的某结合，两人成做一体。安尼，
因已经毋是两个是一体，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毋通拆开。耶稣的回答拍破法利赛派的人对婚姻的观点，重点毋是通离婚啊无，是必须转来到源头来思考，为什么会有婚姻？这是上帝赐予人类生养众多的基础。总是耶稣当当时的回答，并无解说摩西律法允准离婚的问题，所以法利赛派的人趁机会搁提出问题：为什么摩西出一条诫命讲，做丈夫的互做某的一张离婚书，就通甲伊离缘咧？耶稣回答法利赛人，迄是因为人的心肠伤硬，并毋是通摕来随意做离谱的借口。耶稣也道出人不得已离婚的情况，在伫另外一边不争不忠。对耶稣的回应，咱看到重点不在伫敢通甲某离缘，是着爱看重两人结合的婚姻关系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台湾的离婚率非常悬，排伫亚洲前几名。普遍离婚的问题有外遇、家暴、大家新妇未合等等。这个问题凸显出夫妇生活中会拄到真侪需要磨合、沟通的所在，譬如讲囡仔的教育、大家新妇的关系、经济财务的使用等等。这个需要磨合的所在，并是会当受随意当作是离婚的借口。婚姻中上大的伤害，就亲像耶稣所提到的，对另外一半不忠，也就是外遇。夫妻关系发生不忠的外遇行为，将产生恶得修补的离婚。落尾不得已做出离婚的选择。耶稣对法利赛派的人回应，帮助咱省思，爱搁再去理解上帝创造男女设立婚姻的基础。人因为相疼结合做一伙，也需要用疼来维系婚姻关系，做伙努力打拼经营家庭的生活。默想，耶稣对婚姻的看法是甚么？搁安怎影响我？耶稣对婚姻的看法是甚么？搁安怎影响我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用心看待你创造男女的心意，互我看重婚姻关系的宝贵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